有盘惹之智，与大智人更无差别。因何闻法不自开悟？缘邪见障重，烦恼根深，犹如大云覆盖于日，不得风吹，日光不现。盘惹之智亦无大小，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，迷心外见。修行密佛，为悟自性，即是小根。若开悟顿教，不能外修，但于自心常起正见，烦恼尘劳，常不能染，即是见性。善知识，内外不住，去来自由，能除执心，通达无碍，能修此行，与盘惹经本无差别。善知识，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，大小二乘，12部经，皆因人智，因智慧性，方能建立。若无是人，一切万法本自不有，故知万法本自人心。一切经书，因人说有，缘其人中有愚有智，愚为小人，智为大人。愚者问于智人，智者与愚人说法，愚人忽然误解心开，即与智人无别。善知识，不悟即佛是众生，一念悟时，众生是佛，故知万法尽在自心，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？菩萨戒经云：我本源自性清净，若识自心见性，皆成佛道。净明经